行政院明仔提出7档400亿预算的道安行动纲领，要来针对交通工程、教育等管道提升道路安全哦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，短期内会先针对人行道、庇护岛等保护行人安全的部分先来做。台湾交通问题佫出现伫国际顶悬。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是做去台北市中山区，亲目睭看到车冲过斑马线，互警方开发。真大标题写：台湾每年交通死伤人数是日本的6倍多。我们确实就是输日本输6倍。对，没错，那就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让它下降。现在目标就是降5%了，降5%。对，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哈。交通部跟行政院在去年年底就说，今年肇事的件数跟伤亡的人数要下降5%，但是1至2月明显的不及格。日本这期交通部要拼道安，是不是无部门来支援？今年1月道安死伤数据比去年同期提悬，车祸甲死伤人数增加差不多10%。交通部表示，行政院非常重视道安议题，礼拜4议会了后会正式提出道安行动纲领。7年投资400亿的预算，包含交通工程、教育拢充足经费。这期上重要的就是关系过路人安全的部分。人行道的外扩还有包括专用石像或是早开石像等等的，那这部分是短期的做法，也要赶快来进行。交通部表示，工程施作以外，也来讨论路权的分配，亲像适当开放内侧车道，为安全角度来讲，机车路权，这拢是道安工作后续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